年李嘉誠二仔一招蛇吞象，今日美國 AI 股照版煮碗割韭菜。呢一單25年前嘅巨大新聞，當年亞洲最大嘅企業收購 Cable and Wireless 將香港電訊以246億英鎊出售，俾由李澤楷所執掌嘅盈科數碼動力 Pacific Century Cyberworks 呢一家成立咗只係有短短10個月，並且持續虧損嘅網絡公司咧，令到佢創造咗歷史。而過去2-3年當炒嘅夢幻 AI 主題咧，就助咗當時得令嘅 OpenAI 公司，係唔係2000年電訊盈科嘅翻版呢？到底數據中心係唔係 AI 夢幻嘅終極一鋪呢？大家好，今日同大家講一個咧驚人嘅發現。今年嘅 OpenAI 同2000年嘅電訊盈科竟然似到十足十。我係親身經歷過電訊盈科 PCCW 由4蚊升到上去28蚊，再暴跌落嚟嘅過來人。我今日見到 AI 熱潮，直頭就係毛骨悚然。呢一條片會帶你穿越時空，睇清兩個時代嘅泡沫真相，可能會遠比你想象嘅更加震撼。等今日九哥同你講故仔，請大家先大力點讚。先講下 PCCW 嘅傳奇起飛。1999年嘅時候，我買入咗4萬股嘅 PCCW。平均價4蚊，我好中意4字。當時科網熱潮爆發，個個都話互聯網會改變世界，乜嘢市盈率盈利通通都唔緊要，最重要就係個故仔要夠大、夠夢幻。李嘉誠二仔李澤楷坐鎮，光環效應加持，股價就一路咁樣狂飆。當年高盛嗰本分析報告成100幾頁我都睇晒。我仲留低咗保存做紀念品㗎，不斷咁樣而家嚟警惕我啲人係點樣去吹水。而家已經好難喺網上揾翻當年嗰啲 PCCW 嘅資料。我又咁啱揾到一份公司路演嘅報告。我睇到1999年5月嘅時候，李澤楷嗰個盈科數碼動力公佈向德信街注入一批中港嘅物業。焦點就係港島南數碼港嘅一啲臨海嘅地皮，然後發行新股同埋一啲可換股債券去支付。消息一出復牌第2日德信街曾經一度上升23倍，係倍唔係百分點。之後又獲到銀行嘅支持，數百億嘅貸款，成功咁樣收購咗香港電訊，合組咗而家嗰個電訊盈科8號仔，市值一度高達2500億港元，係當時港股頭10大市值之內。當然財技太過了得，但係嗰個業務跟唔上股價由最高位下跌9成半，成為成代呢一代香港人心中嘅一個烙印。舐過嘢嘅通常都會叫佢做趴街仔。時空一轉到20年後，2022年 OpenAI 就憑住 ChatGPT 夢幻登場啦。喺10月初最新嗰個估值已經去到5000億美元，但係同當時嗰個 PCCW 差唔多。至今佢係仍然未有穩定嘅盈利，靠融資同埋一啲巨頭嘅輸血。每次發佈新模型、新消息就會上頭條，製造夢幻嘅遠景。兩個時代嘅市場反應都係如出一轍嘅。媒體最中意聽到呢啲跟住瘋狂咁樣吹捧，散戶盲目咁樣跟風，經濟學家專家齊聲就叫好。2000年就話.com 就會改變世界，而家就會話 AI 會顛覆人類。歷史都係話俾我哋聽，當全民皆係股神都係一啲危險嘅信號嚟嘅。我當年比較幸運一啲，我喺2000年2月14號呢一日我永遠都記住，
趁住 PCCW 宣布收購香港電訊，股價直衝到上去28蚊嘅時候咧，全部沽清晒嗰4萬股。而家 OpenAI 都到咗一啲關鍵嘅時刻，我開始見到有好多有疑問嘅大手盈利或者大手交易安排，目的都可能為咗快將上市鋪路。而家睇到好多警號，譬如估值瘋狂，而家咧由18幾億，而家已經最新上到去5000億。而今年上半年嘅公司嘅收入係43億，勁唔勁？但係虧損咗135億。當估值係建基於一啲未來想像嘅盈利，而唔係一啲實際嘅收入咧，就有一啲泡沫嘅特徵。當講古仔大過天，好似當年 PCCW 吹噓另外一個叫做數碼港夢想，而家 OpenAI 就講通用人工智能，兩個都係一啲好偉大嘅願景，但係如果冇實質業績去支持，最終都係得一個字：吹。股票分析員甚至金融圈咧，會喺適當嘅時候就會將市場主題咧就堆砌喺一齊。就好似咧科技七雄再將 AI 股嘅股票一啲重疊咧，就可以咧造成一啲協同效應，齊齊拉上嘅利好股價嘅現象嚟㗎。最近咧越嚟越多一啲瘋狂嘅購併 ，OpenAI 就不斷咁樣擴張，呢樣又有份，嗰樣有份，投資新項目，又透過多種操作咧維持盈利增長呢啲咁樣嘅故事嚇，但係回報係有一個好大嘅問號喎。當年李澤楷就被捧為呢個數碼港之父，今日Altman 就被譽為 AI 教父。當個人咧被神化嘅時候，就要警惕。英偉達同埋 OpenAI 嘅最新交易形成一個循環嘅閉環系統，非常容易出現咧吹大咗嘅情況。另外一個好簡單嘅警號咧，就係散戶開始狂熱。當年連阿婆都講要想買 PCCW， 今日個個都問 ChatGPT 點樣用。當完全唔識科技嘅人都衝入市場，就係最後接火棒嘅時刻。記住喺泡沫入邊咧，最後入場嗰個就係輸得最金嗰個。好多人都會問咧，點解美國要狂推 AI 咧？以 OpenAI 作為最主要嘅工具咧？其實背後講到尾都係一場中美嘅金融戰喺度角力。美國係絕對需要新嘅故事去吸引全球嘅資金湧去美國，支撐美元霸權。AI 就係一個最好嘅主題嚟㗎，能夠對沖翻咧中國可能崛起帶嚟嘅壓力，維持翻美國喺科技領先嘅地位。NVIDIA 黃仁勳亦都表示咧，美國必須贏得呢一場 AI 嘅競賽，未來就要好似美元一樣咧，穩佔世界領先嘅地位。但吹大咗泡沫咧，泡沫本來就會變成一啲好似雙面刀咁樣。短期佢係可以幫助到吸引一啲資金嚟到炒賣，但係長期咧，通常你都會俾佢反噬翻。如果 AI 未能夠實現一啲預期嘅突破咧，成個科技板塊可能就會崩塌，就引起一啲連鎖嘅反應。美股其實而家正在喺度玩火，我覺得泡沫嘅風險極高。而家大部分啲 AI 初創公司離開賺錢好遙遠。甚至根據最近麻省理工學院嘅一項新嘅研究，佢話90%嘅 AI 企業咧係未獲得投資回報。透過呢個咁嘅 AI 泡沫，美股實際上正在收割緊全球嘅財富。華爾街係先推高估值狂吹，吸引各國資金入場，等泡沫爆破嘅時候，財富就由散戶嘅手上面轉移到有錢人嘅手上。呢個就係現代版嘅財富轉移術。到底 PCCW 泡沫爆破帶來咗一啲乜嘢嘅歷史教訓呢？PCCW 從28蚊高峰，最終跌到唔夠1蚊，即係而家嘅5蚊。無數嘅投資者係血本無歸，包括好多當時以為呢次係唔同嘅嗰啲所謂嘅聰明人。李澤楷
訪問嘅時候咧，佢話佢5年分紅270億，投資回報率大概係1成8，但係市值蒸發咗5000億，個股價躺平咗20年。佢話你哋明唔明喎？我梗係明你喺度做緊咩嘢啦。點解當時有咁多人都摸頂呢？其實個原因就係因為喺狂熱入邊咧，理性嘅思考咧係會完全俾一啲貪婪去所取代咗。大家只係睇機會，而忽略晒所有投資嘅風險。當睇到強強聯手啊，實質上可能已經係接近泡沫嘅頂點。當時我能夠咧獲利離場，關鍵都係在於明白乜嘢叫做好消息出貨。當我亦都懷疑電訊盈科可唔可以鯨吞成間香港電訊，根本條數就係計唔掂，所以當時亦都好果斷咁樣全部清倉，結果都係冇錯啦。電訊盈科2003年1月喺股票5合1之前最高去到28蚊，即係呢度圖表所示嘅140蚊，而家價格係5個幾，我估2000年嘅時候，應該都冇人估計到會去到今日咁低嘅水平，包括我自己。OpenAI 將來會唔會重複呢一個驚險嘅歷程呢？所以大家咧唔好低估泡沫爆破時候嗰啲咁嘅殺傷力。有冇想象過買一隻股票要升翻20倍先至可以翻本？當下我哋見到嘅唔少場景，同2000年嘅科網爆破前嘅情景咧，係驚人咁樣相似。思科嘅故事，大家唔知就去 search 翻2000年嘅 Cisco， 係一個好好嘅教訓。當時任何一間公司只要喺股票個名後邊加個 .com 咧，股價就會一飛衝天。如今都係你喺年報嘅時候講有 AI 咧，都會飛得起啊！呢幾個月啊，我相信大家一定要睇清楚路。有投資嘅都要重新審視翻自己嘅持倉，揸咗幾多 AI 相關嘅股票，問下自己呢啲公司係唔係有真實嘅盈利，估值係唔係合理，嗰啲數目有冇問題？如果答案係否定嘅話咧，你就要考慮減倉。寧可錯過啲機會咧，千祈唔好冒住面對失控風險嘅機會。另外，你亦都學習等待時機，到泡沫爆破之後，先至係真正嘅機會。2000年科網爆破之後，亞馬遜、蘋果嗰啲咁嘅優質公司跌到黃金買點。你只要保持耐心咧，就可以等待到真正低估值時機嘅出現。到時九哥就會開多啲投資班。而家冇人想學噶，因為個個都係股神嚟噶嘛。了解到喺我哋身處喺乜嘢嘅循環入邊咧，而家減緊息，咁股市通常都會因為經濟衰退而有所下跌。更好嘅買貨機會將會喺更加低嘅循環嘅時候出現。而家一手貨嘅時候就分分鐘會坐艇，到時有平貨都冇錢買啦。歷史並唔會簡單咁樣咧去重複，但係好多時總會咧有驚人嘅相似嘅地方。從 PCCW 到而家嘅 OpenAI， 泡沫嘅本質咧係從嚟冇改變咗，都係因為人性嘅貪婪同埋恐懼嘅循環。就係喺歷史入邊不斷咁學習，喺狂熱之中你要保持一個理性。睇下個圖表上邊到底你想喺 M 呢度賣出啦，定係攞到盡去到 F 呢度賣出，抑或開始下跌嘅時候，你仲喺度不斷咁樣溝淡咧？喺入邊嗰度咧係有好多嘅學問嘅。PCCW 巔峰市值曾經超過2000億港元。25年前 C 科 Cisco 比 PCCW 大20倍，股價亦都當年喺2年之內下跌超過90%啊！過咗20幾年，而家咧仲未翻去當時嗰個頂峰價格。喺投資路上邊，我哋一齊做一個頭腦清醒嘅同行者啦！
多謝大家收睇，下次見。九哥會繼續跟進環球市場發展情況，債災、樓災、股災，記得訂閱、大力點讚同埋分享俾朋友知道。想更加好咁樣掌握點樣投資同埋財富管理呢，馬上加入九哥話嘅 Patreon啦！